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6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天灾。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若准是连续8个礼拜无本土病例，上紧6月初7过后，就当全面解除封锁。51个廉价指挥中心开放代替高铁卖客票甲自由座，不过各地休息站也是爱放体温挂水暗。优秀演员吴冰峰因为脑中风伫厝里过身，享年55岁。国内在今仔日由原无增加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到今已经有416人解除隔离啊。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讲，若准国内连续8个礼拜拢无本土个案，上紧在6月初7过后，就当全面解除封锁，别搁再限制各项活动的人数。国内武汉肺炎疫情断后，2日也是无新增加的确诊病例，已经连续44天无本土病例出现，解除隔离人数达到416人。为着要民众顺利恢复正常的生活，规划到6月初7了后，也就是满4个检核期，连续8礼拜无本土个案了后，国内防疫部分会全面解封。在边境风险严管的情况，那以内需的市场把它冲出来，那振兴把国内这一块振兴做好，所以国内松绑，以这样做一个大的政策的目标。陈时中表示，大规模解封的重点是维持社交距离，也是挂嘴暗，会当2个选一个，而且落实接洗手的个人防护措施，配合时命制，各项水上休闲活动都袂阁受到人数规范的限制。另外，指挥中心嘛公布海军潘石咱的调查状况，确认有4波感染，36个确定病例当中，上早发病日子是3月初10，若是男队是伫咧3月12到病流，明显会当看出头一个患者发病是伫咧病流进前，调查嘛发现病毒株较接近东南亚的病毒株。甲进前菲律宾登来台湾的确诊者是真相共。舰队是12号才靠上帛琉嘛，所以他当然不是在帛琉以后才得到，所有的调查、所有的研判讨论以后，应该是现在本土得到感染，然后在舰上发病。从现在我们目前调查的结果的显示啊，并没有说什么了不起的错误。经过疫情指挥中心密切的监测跟追踪，本起群聚事件并没有造成帛琉及台湾社区的波次感染，所以这部分其实我们有注意到，只是当初实在是因为那个不容易察觉，因为有很多无症状。张尚顺表示，甲法国帝国陆号也是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比起来，这个潘石咱军事侵蚀率是较低，而且疫情无传播甲真紧。推测应该是舰队推扫专栏人员挂嘴暗、分配分流食饭、加强环境消毒，还有逐日磅体温监测等等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的连假就是51个连假咯。疫情指挥中心也表示讲，同意代替甲高铁伫51个前后卖客票甲自由座。另外，国道的部分，高公局也预计讲，51个车流量会坐过正月初1过年时的交通量。不过，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也是要继续维持挂水安磅体温的防疫措施。进入服务区记得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防疫机器人伫国道服务区的商场来回宣导，因应国道伫51个连续假期可能会有大量的车流，服务区会维持现有的防疫措施。进入室内商场，民众爱挂嘴暗，保持社交距离。若是要食物件，必须加有安隔板甲梅花座。那目前像人潮是正常，我们就调整了绿灯。那当警示是人多越多的时候，就是黄灯；那超过的时候就是红灯。那我们有相关配合的措施。高公局第4天的51个连续假期，实施翻点到5点，唔免收通行费的措施。休假的最后一天，免费的时段阁会延长到早起10点，希望分流车辆，因为国内疫情稳定。估计51个连假的车流量可能会来到128万车公里，等于是过年的初1。因为之前是受疫情的影响，交量都是属于偏低的一个形态。那这一次开始大概从我们观察到母亲节还有5一的劳动连假，那交通量有逐渐的一个回笼。那所以我们预测这一次4天的一个连假，可能交通量还是会恢复成我们一般常见的一个连续假期的一个形态。代替甲高铁的部分，指挥中心证实已经同意交通部的试运计划，原则上同意高铁伫连续假期卖自由座，代替卖客票，但是要有总量管制。端午节的时候，交通部有关于，反正我们就已经同意，就是说，自由座可以来贩卖，然后到那时候应该就是，这饮食，这些会有贩卖饮食，这都没有问题。不过，台湾高铁伫早起已经发布信息，6月2是拜3到6月2到拜1，是51节试运期间，会加开163班列车，同款维持连假所有车次对号入座，无自由座。
若是代替目前还未发布加班车的信息，会依照指挥中心建议的客票总量管制来进行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罗西亚的国际航班也是继续伫咧停飞，也害真侪留伫遐的台湾留学生甲侨胞拢无法度回来到台湾。本地是希望透过用包机的方式回来，后来是透过日本的协助，互96名台湾人先飞对到日本的东京，才对东京飞回来到台湾。咱的外交部也向罗西亚甲日本表达感谢。旅客陆续对空桥行出来，接受体温的检测。滞留伫俄罗斯的留学生侨胞94个人，加上2个51的配偶，拢总96个人。要暗仔坐一航到桃园机场，落飞机了后量体温，而且照防疫人员的指示，填入境健康声明书，玻璃墙顶悬会当看到欢迎回来的字。外面的路人其实就听政府的话，可是也不是说真的很多人都有戴口罩啊，有些人也口罩就是戴在鼻子以下之类的，没有很确实做到。为着避免出现防疫的空隙，旅客去过的所在，桃园机场进行清洁消毒，做甲真认真。因为疫情的冲击，俄罗斯国际航班继续停飞，致使袂少台湾人滞留伫俄罗斯。原本希望透过包机返来台湾，驻俄罗斯代表处捌问过南韩的航空公司，却因为机位不足去互拒绝。过程是真辛苦。好佳在驻机的代表处问过日本，知影日俄有提交包机，而且愿意替台湾保留机位。日本的官方长官菅义伟表示，这是日本、台湾、俄羅斯在疫情期間三方合作的好案例。台湾側より同社に対して現地の台湾の方々も同便に追加的に搭乗できないかという打診がありました。このことを受けて実現をしたのであります。成田空港での台湾の方々の乗り継ぎなどが円滑に行われるよう関係機関が必要な支援を行っ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承知しています。外交部，我们在这边特别的感谢俄罗斯政府，我们也感谢日本政府以及相关的单位，也特别谢谢日本航空公司日航，他们提供给我方的各项的一个协助。日本包机日透早对俄罗斯出发，下晡到东京成田机场单转机，驻机的代表谢中庭到场迎接国人，除了表达关心，伊嘛表示困难的时阵互相帮助才是真朋友。对日本甲俄罗斯的协作，外交部表示感谢。若是根据疫情指挥中心做出的决议，96个乘客入境了后，拢要接受集中检疫。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疫情当日稳定，各县市也想要振兴地方经济。为副部长陈时中的团队一阵人也去到屏东的垦丁，也带动观光人潮。各县市的省长大家也三钱想要讲，邀请陈时中去因遐行行咧。新北 OK 啦！呼应中央的防疫新生活运动，18市推动 OK 旅游，结合当地业者第一波68条小旅行路线，欢迎各县市的毕业旅行到新北市。嘛，因为甲基门互惠旅游引起袂少县市有兴趣，拢来讲合作。对各县市拢咧抢的卫福部长陈时中，好友再度表示真欢迎。新北市欢迎任何人，只要能够到新北市带动观光经济，我们都热忱的邀约。所以欢迎任何人到新北市来走走。陈市长带队到垦丁2天1夜示范防疫旅游，成功带动人潮，嘛，互赶要振兴地方经济县市首长展开积极邀约。桃园市长郑文灿讲，这个拜5陈市长会到桃园参加活动，到时阵伊会主动邀请。打算邀请他到永安渔港，来体验我们客庄的旅游，那也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在地经济更多的鼓励。那我是非常欢迎他来到桃园，不过具体的行程还没安排好，那我会主动提出邀请。台北到宜兰只要50分钟就到了哈，所以咱真希望伊会当来咱的宜兰县，咱来给他请。咱最主要就先尊重咱的部长，看伊希望要去倒遐，伊若希望要去倒遐，咱就先甲伊带去倒遐哈。敢会有时间全台湾走透透？陈市长讲交互部了去联络，重新提出邀请台南市指挥中心表示，这个礼拜应该去台南，伫拜六开完疫情记者会了后，应该落南。比较垦丁模式，礼拜的疫情记者会搁伫台南举办。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咱来看中国的政治消息。中国人大委员长伫工作报告当中有讲到，对台湾会继续用九二共识做基础。中国国防部也针对台湾的问题，强调台独是死路一条。有香港媒体也报道讲，中国伫干涉台湾的法律方面，无的确有新的步数出现。不过，咱的台湾学者却是认为讲，目前中国爱先处理的是香港问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中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伫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伫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合宪性新大工作甲牵涉港澳工作。中国国防部也告提，台湾问题重申无台独是死路一条。必须指出，搞台独就是死路一条。搞武力对抗，就是自取灭亡。中国伫牵涉台湾问题释放强硬信息，港媒文汇网引用专家的讲法指出，这个香港政治关系未来中央伫考虑台港澳问题时阵，会纳入国家的宪政法律体系当中，也表示牵涉台湾法律会有动作，无得卡会修正2005年颁布甲即卖反分裂国家法。中国才是台湾同胞最大的权益，那么两岸统一也是台湾同胞最大的权益。当然，副会长提出反分裂国家法条文应该更加有路，详细检视反分裂国家法有10条，首先表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主权甲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其中第8条明列第3种情形下，政府爱采取非和平方式甲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甲领土完整。不过内底并无专门的法规，是不是有可能具体明确强化？学者分析，这些释放警告信息。所以我们这边不动，他也不会动。反过来就是说，他如果动，我们这边也可能会动。要着重在人权啦这一方面的一个什么的一个范围里面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太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动这个手脚。伊认为中国目前着急处理香港问题，同时透过媒体甲中国大连声音来提修反分裂国家法是一种两面手法，爱蔡政府做一修限议题，不应该触及两岸，若无会有效果。不过整体对台风险在其之内应该未变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人大会议在今日下晡是继续审查香港版本的国安法，并对中国硬派立法国际开始关注，香港民众也开始抗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今日表示讲，欢喜看到真侪市民支持，也强调香港版本的国安法是严格遵守国家宪法，全世界国家拢是安尼死做，也强调香港人日后会当依法享受权利甲自由。不过，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却是投诉予华盛顿邮报，呼吁美国就要制裁中国。中国13届全国人大审议港版国安法，互香港紧张情势继续升悬。林郑月娥对外澄清，表示这个事件无违反基本法，更严格遵守国家宪法。伊也反驳外界认为国安法会涉入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强调国家安全立法是属于中央权力，全世界拢是安尼。好高興見到咧，好多市民都係好支持今次嘅工作，係表示充分理解嘅，同埋將喺聽日恢復二讀辯論嘅國歌條例草案。暴力嘅事件呢，就係喺港島區銅鑼灣同埋灣仔發生，特區政府對此呢係強烈譴責。伊閣強調，香港人日後應依法有權利甲自由。另外，全國人大代表也是駐香港部隊司令員陳獨雄表示，駐港部隊支持人大有關香港嘅決定，有決心甲能力維護國家主權。這一重大決定有利於遏制懲處任何企圖破壞國家統一、分裂國家的行徑，有利於正視各類分裂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華盛頓郵報自個刊出香港政治秘書長黃之鋒的投訴指出，香港一國兩制保證已經破滅，港版國安法會成做鎮壓人權甲自由的工具，製造寒蟬效應，呼籲美國執行香港人權甲民主法，制裁中國。對了港版國安法，香港立法會也要第一次審查國歌條例草案，方便實施中國國歌法。已經傳出有民眾要在立法會抗爭，港警是非常緊張，已經提前在立法會周邊來戒備，為了會個引起一波警民衝突。記者綜合報道。
讲到中国想要设香港版本的国安法，咱台湾的立法院调野党团也拢针对港澳条例第18条提案要做修法的应变，希望会当放宽港澳居民来台湾的限制。不过国民党搁再批评总统蔡英文日前捌讲过可能停止港澳条例，认为这是蔡英文伫咧切割香港。在今仔日，蔡英文也回应讲，国民党的讲法是唔对的。中国强推香港版国安法，引发香港人反弹。在反送中事件了后，可能会再度出现一波移民潮。嘛，因为香港局势不安，总统蔡英文提出停止使用港澳条例的讲法，互国民党批评是咧切割。再去视察宪兵指挥部的蔡英文对此反驳。总统对于协助香港人有什么具体措施吗？我们会完整的说，国民党的讲法是错的。立法院调野各党团也是立委，针对港澳条例第18条已经陆续提案修法，希望让香港人来台湾寻求庇护的时阵，会当有法律的依据。因为政治因素，台湾可以容留被有紧急危害之余的这些像港澳人士来做必要的协助，更进一步的弹性化，然后具体化。希望这个院长可以召集党团协商，大家可以能够研拟出一个共同的声明。然后大家可以来讨论说具体的步骤到底要如何来进行。条例第18条明定，对因为政治因素和安全各有自由受到紧急危害的港澳居民，会当提供必要的协助。时代力量党团的修正版本提到申请的方法定数，会当用难民法的规定。民进党的版本是规定，接到申请了后，由相关的机关召开审查会议。国民党立委陈以信嘛提出版本，排除香港人在紧急的时阵无经过应准入台湾的处罚。民进党立委张廖万坚在顶一个会议嘛已经提出过，希望会当放松港澳居民来台湾的限制。对立法院各党团积极修法，为香港来台湾的铜锣湾册店的创办人林荣金真期待。修法是应该的，问题是你修法那个重点是不是从一个保护香港人，还是帮助香港人，还是对香港人伸出援手这个出发点？目前时代力量甲民众党团的提案，拢已经付委大审，争取伫会议结束进前会当完成初审。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准备提案伫6月中召开临时会，敢会当顺利伫临时会三读通过，佮需要调野有上大的共识。记者郭灿曾志成台北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有3金影帝封号的演员吴冰峰，25半暝啊，因为脑中风伫厝里过身，享年55岁。伊在世时阵有真侪作品，也捌得过金马奖、金钟奖、台北电影奖等等的奖项，而且是一位爱台语、疼惜文化、关心社会的人。伊形容来白世，所有人也感觉拢真唔甘。去年才伫咧金钟奖得到迷你剧最佳男主角的演员吴冰峰，25透早起发现伫咧厝内过身，享年55岁。伊的遗体日来送去邦桥殡仪馆烧验，家属来现场处理后事，拢真悲伤。甲伊交情超过30档的好朋友王英如嘛来现场。然后可曼哥他是脑中风导致那个在25号凌晨的时候昏迷走掉的。酒一杯一杯一杯地干，请你爱体谅我。2017年伫咧叫我两乐团《龙珠回头》MV 内底，吴冰峰拼演技，佮开喙来唱歌，互人印象真深。而且23，伊则伫咧人面册发文分享电火球的生活代志，佮甲网友互动。即马雄雄传出死去的消息，真侪影迷拢来伊的人面册甲 MV 影片下骹留为爱豆，好朋友嘛拢真唔甘。希望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都去回想他美好的一切，然后告诉他是非常非常棒的人。拄剧场出身的吴冰峰，下届电影戏剧界演啥先生。2008年，伊伫咧公司人生剧场莫名的演技，演出จิตใจ如钢的角色。头一届摕到金钟迷你剧最佳男主角，后来伫咧电影佮演出代表作。干天干地干命运干社会，你也毋是阮老爸，你甲我管啊济。伫咧电影《虎后7日》内底演西讲出一个有道具佮真有气口的台词，留下经典。伊当年嘛摕到金马奖最佳男配角，隔当年佮伊归途摕到台北电影节最佳男演员。
你有一粒真大粒的石头在伊心肝。去年吴炳峰伫咧戏剧第一乡情内底，因客停车司机表达出小主力为着食清，甲家庭疏远的矛盾甲冲突，得到第54届金钟奖美女剧集的影帝，真侪届得奖嘛，互伊得到3金影帝的封号。除了演技真好，吴炳峰的台语真流利，互大家印象真深，而且佫会晓创作台文诗。但是，迄内底有足侪台词是我家己改的，包括迄首诗，包括迄首诗，干天干地迄首诗。吴炳峰伫咧台湾本土文化拍拼，嘛长期关心社会议题。伊捌伫咧颁奖典礼面顶公开声援反核的议题。有艺术家姓地吴炳峰，头起先是拄剧团开始伊的表演之路，一演就超过20档。若是今年伊才演金鸡演下大戏《河中戏台》，还有公司戏剧《大济时代》，都已经参加定妆，毋过即马说永远袂阁出现，对人生的舞台来离开。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局表示讲，黄霜啊雨对今仔暗时开始影响台湾，而且是深更到明仔是影响台湾上界严重的时阵。气象局也针对西半部地区、新竹以南12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另外，高雄受到大水河的吞打，农业损失已经超过200多万，全部的菜价也拢起大约2成，其中硬菜加土白菜是起上济，计少是起到特别1倍。趁咧天气出日头，农民过日啊地的赶紧采收，毋过这应菜迄大雨拍过了后，受损真严重，足侪拢无法度去运到市场卖啊。足歹种啦，种无菜啊啦，啊搁这种歹意咯。顶礼拜大雨，高雄农业损失超过200万，主管蔬菜专区才得损失18.8万块，整体蔬菜大卖价起差不多要2成。后一届雨搁要来啊，菜搁会搁起。啊，雨要来搁愈死啊！伊原本拍落是甲小可念的，你即摆拍愈伊就一直烂去啊。整体的话是以差不多1成左右的涨幅，那叶菜类涨幅比较大，差不多2成左右。根据上新的大卖价，应菜起上悬，1公斤14.8块，已经起到29.6块。第二悬的是小白菜，1公斤起到39.2块。来到传统市场买菜，家庭主妇上有感觉，连原本足少的高丽菜，拢已经起来。高丽菜以前都很便宜啊，现在都蛮贵的啊。菜价到现在大概已经涨了20-30%了，但这2天如果再下雨下来的话，应该还会再有个30%。传统市场的菜贩麻烦了，这菜价哪个起，民众根本买袂落去，爱尽寡别项来小替。另外一方面，种菜的人嘛希望政府会当研究补贴的政策，减少因的损失。记者陈义言、寇正准、明交馆高雄报道。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用来饲蚵仔的蚵坪，甲渔业用的玻璃拢互海涌冲起来岸边。伫咧台南市昆新的黄金海岸，大约有4公里长的海岸线，全部拢互一寡粪扫砍掉咧。甚至有渔民佫用一种叫做 EPP 的塑胶来代替玻璃拢，贪一时方便，恐惊会害骨落大件损。去用合作台南黄金海岸的海沙布，即马看到的，煞是规片烂去的布地帘。甲人埋地的玻璃拢，还佫有饮料的罐啊，另外还佫有压甲规涂骹歹去的蚵仔坪。互保育人士佫较烦恼的是，即个乌色的主编去发泡材啊，就是 EPP。政府现在在推说要取代保丽龙的 EPP 发泡，好这种黑色的，在海边我们也都开始捡到了哈，所以其实上它并没有解决发泡塑胶的问题，反而是制造了另外一个黑色的魔鬼。连续几啊天的大雨，这个废弃物为溪仔流到大海去。各项冲登去海沙埔，为台南市的市昆新到黄金海岸，拢总4公里长的海岸线是挖到几大位。台南市环保局的人员估计，这个粪扫恐惊要1礼拜的时间才清得了。绵延的长度目前估计应该有3到4公里左右。那前面这一段是比较多是科架，后面尾端那一段比较多的是藻类。附近的民众表示，便若4月份到7月份。海岸线出现真侪废弃物的情形是真实发生，前几工还未清进前，若是烫车脚行咧顶悬，无细日就会擦到伤。好脏，都是那个科架废弃的科架，而且很危险，因为我们来都打赤脚嘛，它那个竹片啊，有的时候刚折断很利，怕会刺到脚。即马目睭所看到的，真侪拢是早就已经禁止使用的玻璃拢饮料杯啊，还佫有塑胶罐内的饮料，甚至还佫有保龄球，全部拢是防弹现送的粪扫。团团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重视海沙埔粪扫的问题，咱若无相关污染的物件，可能会危害到海洋的生态，
甚至是咱人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kỳ丰葡萄当咧大出，不过中华保鲜乡公所却表示讲，有一寡中国业者是真识得偷摕别人的相片，假作是南投出产的葡萄干。农民也表示讲，kỳ丰葡萄的甜度是真悬的，内行人拢知影讲，即款物件袂当摕来做葡萄干，也呼吁民众着爱注意网络诈骗。广告内底的报道是生甲日，甚至阁有法国做酒的团队特别来参访。不过卖毋是青的报道，是写讲为南投信义来的葡萄干。不过这款的广告全部拢是假，相片嘛是偷用别人的。也若相片内底实际的地点，其实是伫咧中华的保鲜。是有活粉嘛而且颗粒大小都均匀一致，蔬果都很平均。农民无用咧包装甲采收，最近当是中华保鲜kỳ丰葡萄的产季。中华保鲜乡长最近伫咧网络发现伊家己，还阁有种葡萄的青年农民的相片去互偷用，甚至连去年4月份几啊国的大使来参访的相片，嘛加做诈骗广告的所在。烦恼有人因为安尼互骗去，利用我们的照片，然后贩卖葡萄干，这个是牛头不对马嘴，一定是网络诈骗的。所以我们一大早就赶快跟调查站要报案。相片互偷用的这个农民是捌摕到8大青年农民的乌纸盒，伊讲中华保鲜的kỳ豐葡萄，每一粒拢会当生到10公克至15公克遮尔重，甜度有18到20度。相关的等级，市价一台斤会当卖到200块。不过因为是属于高经济的作物，产量相对较少，是无可能摕来做葡萄干的。是属于比较多汁香甜，它是不适合去做葡萄干的。它的量本来面积跟产能本来就不是很高，它就刚好我们台湾人吃就不够了，因为它已经够好吃了。那人讲的，千家都无够，够他拍干。保鲜乡长表示，诈骗广告内底讲葡萄干是为南投来，应该是假。这款的网站定定设伫咧外国，为着买互假的农产品，害消费者去互骗去，嘛冲击到农民。目前乡公所已经报案，交予检警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巴西到今已经变作是武汉肺炎疫情世界第2严重国家。不过，因的总统波索纳罗却是无重视防疫，甚至是哪踅街哪食物件也无爱挂嘴安，甚至是无保持社交距离。另外，美国也宣布讲禁止14天内捌去过巴西外国人入境，真侪人是趁机会也未施行进前，就赶紧飞对美国去啊。喙掩挂伫咧下海，有挂那无挂咧，刷来直接甲美国烟枪踢入去喙内底，搁甲查某囡仔翕相。巴西的总统波索纳罗自早伫咧首都巴西里亚的街仔路拍照，无要伊防疫规范甲社交距离，去互反对伊的民众话讲，伊是杀手甲笨手。民众会遮尔生气，毋是无原因，因为就伫咧同一天，巴西正做全球新冠病毒确诊第2济的国家，25通报新增加11000外的确诊，过一日有804个人死亡，超过美国。全国累积374000外例，拢总有23473个人死亡。互 CNN 形容巴西已经进入疫情的黑暗期。也若波索纳罗几啊届的发言是想过看轻疫情的风险，甲病毒比作感冒，讲经济冲击比疫情还佫较严重，甚至甲几啊个采取封城措施的地方首长起冲突。因为疫情严重的关系，美国政府宣布，美东时间2日暗时11点59分开始，禁止14天内捌去巴西的外籍旅客入境。25一批旅客去圣保罗瓜鲁纽斯国际机场，想要赶伫禁令实施进前坐着回程机。Então, eu estava planejando já vir no começo já ir no começo do summer, porém com a notícia do decreto, então eu dei uma antecipada. Então foi um pouco difícil comprar passagem, mas aí eu consegui para hoje. 虽然巴西正做全球疫区上新的热点，不过伫咧第2大的城市里约，也是有真侪民众无咧信道，认为疫情的情形并无遮尔歹。A situação do país é que nós somos 210 milhões de habitantes. Então, o número de mortos e infectados proporcionalmente é pouco aos outros países, como a Itália, a Espanha, que têm populações reduzidas. Também que a nossa situação aqui no Rio não é tão grave como por aí, como aí por fora. Eu acho que o Brasil inteiro não está nessa situação tão grave que estão fazendo a gente ficar aqui. Só isso. 记者综合报道。
地球的南半球目前因也开始转入反冷咯，而且拉丁美洲的国家已经算是开始伫咧严重。不过，散车人无在家隔离的本钱，拢爱冒险出去外面食头路。另外，疫情也造成失业率变悬，亲像阿根廷、厄瓜多、智利、墨西哥这寡国家，拢出现要求反对封锁，或者是要求政府爱增加补贴的空间。秘鲁是拉丁美洲头一批严格防范新冠病毒的国家之一。3月中就宣布紧急状态，居家令宵禁甲封锁边境，各项拢做甲到。进前阁宣布延长到6月底，正做全球封锁上介久的国家之一。但是这礼拜，秘鲁的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超过12万人，死亡病例超过3600人，医疗体系超崩，特别支撑袂调，正做拉丁美洲第2重灾区。加拿大伫防疫措施真令的巴西后壁。Ha habido un incremento gradual que ha llegado a un máximo y que ahí está en una meseta irregular. 应该做的拢做啊，为什么无法度阻挡疫情？问题就出伫社会经济结构，大量散食人住伫咧会钱钱的社区内底，厝里无冰箱，就爱逐工去买食食，搁爱出门做工课，去银行领救济金，就算有挂嘴暗，嘛真歹保持社交距离。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嘛伫拉丁美洲造成真侪街头抗争甲冲突。阿根廷的民众不满政府甲3月20生效的居家隔离限制延长到6月初7，所以就街仔路抗议，要求总统亚伯托·费南德兹落台，因为因需要经解封才会当去趁钱。Necesitamos trabajar, necesitamos volver a nuestros trabajos y es un derecho.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抗议民众是不满长期的封锁秩序生活过袂落去，佮封列做中产阶级，无法度收到政府的福利补贴，真生气就街仔路抗议。迄天，总统皮涅拉参观新落成的野战病院，表示医疗资源咧要紧绷，爱赶紧去搁较济。厄瓜多的民众是不满政府因为疫情甲石油的计数跌落，国库收入减80亿的美金，所以减少公共开支，而且缩减燃油补贴政策。因伫首都市中心小莲娜，甲镇部警察歹面相看。墨西哥的经济伫疫情爆发前就咧衰退。总统欧布拉多预估讲，新冠病毒恐惊互全国损失100万的工作机会。当地90个医护人员预估10路表示不满，要求互因充足的防护装备，因无爱冒生命危险做工课。若是伫南美洲内陆的玻利维亚，死亡的病例是日头增加。散遮的北尼州亚马逊地区疫情上介严重，蹦地一困头就出现几落百个新的十字架。业者加班乌蹦地嘛袂赴处理遗体，家属毋若悲伤嘛真心痛。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日本。日本国内紧急状态伫25时全部解除，其中新内川甲北海道无达到解禁的标准，当地民众是非常的不安。虽然讲商场甲企业也烦恼疫情，不过也是开始复工、开始营业啊。车站满满拢是上班的人。日本国内紧急状态伫15全部解除，一早到一早的上班的人，都开阔到过去的7、8成。ちょっとまだ心配ですよね。一気にこれがまた二次感染に広がらない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を。所有县市的紧急状态全部解除，不过实际上新内川甲北海道每10万人的平均感染人数分别是0.62甲0.8，拢无达到0.5的解禁标准，互当地民众依然有点仔不安。部分企业烦恼疫情会阁爆发，照常维持远距离的工作。早いなって思ってます。解除になってもコロナウイルスがゼロになるわけでもない。より慎重に対応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解除紧急状态，地方政府开始阶段性放零限制，温泉、动物园、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重新开放，百货公司、超市恢复营业，餐饮业是分县市慢慢开放。各种岛啊分隔社交距离，就连巴士观光业者也不用消毒、设备安检，渴望迎接旅客。对解禁了后经济各行各业拢有期待甲不安。まともにバスに乗ったの1ヶ月半ぐらいぶりで、やっぱすごいちょっと新鮮な感じで。普段は束になって残ってるって感じですね。今少ないですね、やっぱりね。专家分析，这波疫情重创餐饮甲制造业，就连拍青糕店拢有85间倒去关店，因为烦恼爆发第2波疫情，真侪学校也为6月开始分班级甲年级恢复到学校上课。为禁止相关防疫用品被不肖人士恶意抢买转卖，政府禁止转卖消毒用品的新法令，也为20日开始实施，甲3月禁止转卖催暗的规定同款。违反的人上悬处1年徒刑，或者是100万一票，相当新台币33
万的罚款。日本政府会伫未来3礼拜观察解禁状况，对可能爆发的第4波疫情积极应对。记者综合报道。港澳企业家何鸿燊伫26下晡过身，享受98岁。何鸿燊又投资过真侪产业，而且伊的身价有超过2条台票，也捌做过中国第9届到第11届的全国政协常委，也见证着香港、澳门的主权移交。真侪媒体走伫香港的永和病院外口，因为有名的港澳企业家何鸿燊传出过身的消息。何博士當然係喺香港一向以嚟都係一個舉足輕重，亦都係德高望重，同埋係好愛惜香港人對我哋家庭嘅教育嚟講咧，係好重要嘅一啲人生嘅教父。伊的三太太甲10多歲查某囝後生攏教會幼稚房大漢查某囝何超瓊向媒體宣布消息，指出伊伫下晡1:05過身，享耆壽98歲，未來會共同處理後事，毋過相關殯葬儀式也無公開會伫香港或者是澳門舉行。上帝係好公平嘅，只要你勤力發奮，總有個機會輪到你。咁輪到嘅機會到嘅時候咧，你要識得把握。財產超過2條新台標何鴻燊，為文遊開始前後做營建半繳旅遊這產業，佮導覽澳門繳場的經營權，有繳往的豐富。毋過不止商業表現真讚，也佮開真濟錢買全面關國寶、豬手、馬手，佮關乎中國，佮擔任過中國全國政協常委，受領導人接見，佮見證中英中葡談判港澳主權移交。佇港澳的正常地位是真重要。港府也發布新聞公布。對伊的過身表示哀悼。記者綜合報道。日前大概是3錢搶要買翠暗，中央政府近日宣布講，翠暗特別解禁量按算在6月初1的施行，工廠會當外銷，也會當佇國內自由販賣，其名者也是繼續施行。也已經有翠暗工廠講，已經引袂少外國嘅訂單咯。不過國內民眾也煩惱講，煩惱翠暗嘅價錢會變貴，希望政府會當統一價錢。翠暗生產線繼續咧運轉，台灣的疫情轉好，翠暗禁令嘛預計伫6月初1解除，廠商最近嘛接到袂少詢問的電話。我們現在沒有提供預購口罩的服務哦。除了民眾打電話來問，嘛有袂少國外的訂單等咧解禁，重新開始外銷。中華已經有廠商接到大單，美國有業者就一邊訂2億片。另外，日本、歐洲、香港攏有數千萬片的訂單，但是不管是外銷也是國內買賣，相關的實施細節，嘛是要經過政府甲廠商協調了後，才來做最後的確認。這些海外市場，他們接受了很多的口罩，但是那個品質良莠不齊啊，他們都很希望能夠我們台灣能夠趕快有口罩可以出國供應他們。台灣的翠暗行向世界，若是國內部分，嘛會當佇定量定用的條件之下，恢復自由買賣，嘛甲市民仔做伙施行。即馬佇藥局嘛已經無看到親像進前迄種排隊的情形，大人甲囡仔的翠暗攏也各有準貨。不過民眾煩惱恢復了後，翠暗的價錢會有變動。口罩應該有好多個廠商在生產，那每個廠商生產的那個都不太一樣，我們不曉得。我是希望政府能夠統一這個售價啦。疫情的時期銷售的那個量跟平常差很多嘛，所以應該是不會賣不掉。藥局的藥師指出，即馬國內疫情相對較穩定，是藥師嘛針對逐工的量進行機動調度。未來翠暗開放買賣了後，應該袂有到銷袂出去的情形，但是價錢嘛是決定市場的需求，建議要定出合理的價錢。記者綜合報道。咱咧定定佇咧講，咱國內疫情開始穩定啊。若講到外島的部分咧，若講到外島馬祖是離中國上界近的所在，而且即回武漢肺炎疫情因攏無破功，毋過受到疫情影響，馬祖對外交通只剩到6成爾。台大公衛學院也邀請本身有公共衛生背景的館長劉正英，在今仔透早透過視訊會議，甲外界分享離島的防疫經驗，也希望借着機會宣傳馬祖的觀光旅遊。
马祖伫咧台湾甲中国福建之间有4个乡5个岛，超有1万个住民。拄马祖小三通甲对岸，仅需要25分钟，是上靠近中国的离岛，嘛是台湾武汉肺炎防疫的上前线。好加在连江县政府伫咧2月初就开始对小三通做边境的管制，嘛暂时禁止渔船去中国，所以连江县到今也是维持无人确诊。透过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同意啊，我们先减班，然后到2月10号正式的小三通停止。连江县县长刘正言表示，除了境外移防，对内嘛是提早部署，包括医疗医所设发烧体检站分流患者，准备符合隔离病房来收技术病例，嘛伫咧部队设集中检疫所。佮利用当地酒厂生产95趴酒精来做防疫物资，予当地居民使用。我们酒厂生产哦，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白酒马祖高粱酒啊。但是那时候我们也立即啊，就是生产啊，95%的酒精哦，供应每一个家户啊。受到代代公卫学院的邀请，有公卫背景的连江县县长刘正业2日早起头一届透过视讯的方式，甲外界分享过去100天离岛的防疫经验。刘正业表示，两岸小三通当时会当开放，需要考虑两岸的关系、中国的疫情敢是转好、边境的体检敢是完整等等的因素。即马马祖积极伫推送国内防疫旅游，希望会当增强观光产业。若是代代公卫学院嘛呼吁中央，离岛地区真需要观光外部，希望疫情转好的时阵，思考要安怎互台湾边境会当更较开放一寡。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用着药是青草一叶，那准用唔着药是林松一招。药啊，唔是好物件，唔通摕来乱食。全世界拢伫咧找找会当对抗武汉肺炎的药啊，其中用来治疗风湿症的奎宁，阁互美国总统 Trump 摕去使用。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讲，因为安全的考量，已经停止奎宁的临床试验啊。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咧全世界伫咧传，即阵真侪国家拢积极伫咧研发疫苗，也小煞用市面上已经出来药啊来进行临床试验，来观察讲是毋是真正有法度来治疗武汉肺炎，尤其是用来治疗风湿的鸡苓类药啊，更加去互美国总统川普小介互大家来使用。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表示，即阵考量安全性，已经停止羟氯喹宁和氯喹宁这两种的临床试验。The executive group has implemented a temporary pause of the hydroxychloroquine arm within the Solidarity trial, while the safety data is reviewed by the Data Safety Monitoring Board. 事实上，正出名的医学期刊《刺络针》顶礼拜就公布一篇上新的研究报告。研究人员针对6大洲671间病院，计共96000个确诊患者内底来去做研究。无食鸡苓类药啊的患者死亡率来到9%，不过有食药啊的人死亡率颠倒是来到18%。那总共搁再含抗生素做伙治疗，患者的死亡率会来到23.8%，而且心脏、皮肤彩无正常跳动的状况也会大增加。其实奎宁在使用前就知道它的副作用是心律不整跟视力的障碍，这个使用前就知道了。只是因为有很多病人，他们因为别的原因使用奎宁，使用了很久也没问题，所以呢，当时在很多医生的心目中，这个药是可以小心使用的。可是可能是因为这一群人都是有很多共病，然后又得到严重的肺炎，可能他身体里面的代谢或什么都是受到一些干扰。就伫咧世界卫生组织决定要暂时停止羟氯喹宁的临床试验的这个时阵，美国马里兰州的生技公司 Novavax 表示，针对武汉肺炎病毒的疫苗，即阵分别伫咧澳洲2个所在展开头一摆实验性的人体试验，打算伫咧今年7月份，伫咧安全性甲免疫反应这2方面会有成果。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东县美丽湾度假村已经起14年啊，拢无法度营运。业者到当也决定要退出，而且提出仲裁。在今仔日，台东县长姚庆玲伫会议表示讲，有人讲美丽湾要求爱赔超过10亿，不过对一年经费只有15亿的台东县是无法度负担的。县政府也表示讲，若准要赔，干那会当赔成本的部分，不应该甲营收也算入来。台东县政府美丽湾度假村 BOT 开发案，因为环评的问题风波不断，经过14年，度假村无法度营运，业者决定退场提出仲裁，佮传出向县府讨关价赔偿金。有船员的数据多少？应该上看10亿以上。
敢是要赔10亿以上。县府强调，仲裁结果也未出炉。但是回顾美丽湾争议事件，2004年台东县政府用 BOT 的方式出借3元海岸，予美丽湾公司来起度假村。2005年动工，隔年4月，美丽湾变更投资计划，而且扩大基地范围。2007年1公顷的主建就完工，不过环保团体指控业者主体建不起好才进行环评，所以提出环评无效，甲停止开发的诉讼。2014年法院判决环评结论无效确定。2018年业者透过仲裁寻求退场，即马传言业者要讨10亿的赔偿金。环保团体批评美丽湾违法再生，不应该由县府负责。业者违法在先，他们应该要去承担，不是转嫁到那个什么台东公民身上。大部分我们的预算都是要仰赖中央补助，自有财源相当的少。这样子的一个案子，对台东县政府的财政其实真的是雪上加霜。台东县政府表示，县府的财源当年差不多15亿尔，要甲美丽湾买回来有困难，嘛对业者提出10亿的计算方式有疑虑。但是业者私底下表示，当初仲裁就是以投资成本提出的计算方式，即马只不过是改做一切由仲裁处理。县府是主张，业者讨赔偿金的计算是成本加经收。高官处是表示，业者的估计鉴定5月底才会出来，所落来会有3个月协商期进行最后的仲裁。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处长花敬群最近伫面册表示讲这个囤房税是无效的，而且是错误建议。在今仔日内政部也搁再发出声明稿，表示讲台湾囤房的问题有限，也强调台北市施行囤房税是对降价厝无人伫咧住是无效果的，也强调社会主体包租代管、扩大租金补贴等等，这是协助少年人甲降价厝无伫咧住有上界有效的方案。拄台南来的北漂青年Leo住伫咧3倍左右的单间房，虽望空间间内当放眠床甲3拄仔，夜间爱甲港楼站的厝骹做伙使用，毋过楼尾顶有公共空间，当然就是住伫咧青年旅馆共款，灶骹甲笔记啥物拢有，互厝骹感觉这已经比台北多数的社区环境更较舒适。台北的租屋环境就是普遍没有那么的好，就是你的空间很小，就是明明就很丑，可是就很贵，就会觉得好可怜。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钱去住这么不好的地方？包租代管的业者表示，其实这原本是无抵用的空厝，毋过前日厝头家知影台北市要扣囤房税，所以找业者来整理代管。最近是有越来越多，就是房东会找上我们去做一些包租代管的一个评估，然后我会觉得希望能够再释出更多空屋啦，因为我觉得还是有点慢。毋过内政部处长花敬群伫咧人面册表示，有一寡人当作是天大政绩的囤房税是无效而且无理的错误建议。日后内政部阁发新闻稿提出4大理由，认为囤房税无效果，强调全国敢若7趴的空厝是有4间以上房屋的人所有，而且点名台北市推设囤房税对消防空厝的效果是真有限。毋过民间团体无法度认同内政部的计算方式，因为它并不是针对这个拥有人在整个全台湾各县市拥有的房子，1、2、3房的人，他拥有的空屋数量是被高估的，然后真正拥有4房以上的人，他的空屋的数据是被低估的。囤房税目前敢若台北市宜兰县是扣2%至3.6%的税率，新北市新德县原本想要执行。毋过受到民代等等的反弹，就降到1.5%左右。民间团体提起讲，其大政绩是出政府第1任竞选进程的承诺，但是认为囤房税无效，嘛应该提出打房的具体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大学甄选入学已经公布录取的结果了，不过国教明伫透早也召开记者会，表示讲，今年的问题无改善偌济，台选的倍率犹原是伤过悬，理解面试的公平性受人质疑，也呼吁政府希望在学测的部分给分数会当增加，也呼吁国立大学指考的名额上无爱有核定名额的一半。大学个人申请今年新增加分科台选，解决超台问题。国教评甲去年数字比起来指出，问题无改善偌少，平均甲上悬台选倍率小可升1点啊。台选倍率超过白系组54，小可减价55个。国以去年甲今年一届台选甲顺序拢无变化，同学不利甲大大互理系为例，选调学生的水准无稳定。去年筛到的学生的专长，好比说是英文，今年筛到的学生的专长是自然。去年原来很低的
突然间跳到很前面，然后去年很前面的突然间掉到很低。去年8月，为一间私立大学退休的应用生副教授，资深甲考试委员经验丰富，伊当场提出，一个财管系考试委员，第2届真试摕到的评分单指出，考生有可能因为户籍地、爸母的职业、大学判断是不是会来偷车的原因，所以伊的分数都会较低。我们用这些东西来判断学生会不会来。那如果他家住在台北市，他会来的机会就比较高。那他家住在花莲，这个学生大概不会来。那不会来的学生怎么办？当然是给他大地分一点。甄试机制呢，用客观的方法加上他的综合表现来通过这个甄试的入学了哈。应该是目前来看，也大家大部分都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对郭高平一再主张增加学测积分，只靠名额，应占核定名额一半。教练会回应15积分已经有够作为勘站，整体超态确实改善，高步强调大学多元入学。近年来发展到即马，各管道名额比例分配渐渐稳定。那学校要提悬个人申请名额，要经过审核才能办理。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真兴的优先种植，是希望会当甲大自然共存的农业方式。农委会特生中心对去年开始，伫田园边仔有安录音机，也有录到真侪声音。研究团队是希望讲透过 AI 技术来判断动物，也会当追查野生动物的行踪。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就好，轻轻行过，就连去鸡条甲鸡夹出来的模样，嘛全部靠红外线翕相机翕落来。这是南投重要的农友投入去优先耕作的成果。优先田园无使用化学药剂，所以生态特别丰富。南投特生中心就伫咧宜兰伊山，嘛伫咧现场设置自动录音机，有录到白面鸡叫的声音。还有大鸟、青脚蛙、甲水鸡拿手做伙伫唱歌。确实让我们发现到，我们蛮意外的一些生物，可能本来不觉得它应该会出现在那里，但是我们也确实有记录到。甲红外线翕相机爱感应到，才会启动了也比起来，自动录音机会当规年无休困的录音，毋过挑战嘛真大，因为要甲动物的声音拄大量背景的声内底抽出来是真了工。嘛因为安尼，团队按算讲要来开发主动辨识动物声音的人工智慧。得要先知道到底什么样的生物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很大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资料库之后，然后才能够跟 AI 的一个程式做结合。这是乌丝麻叶，最近真侪农友伫咧田边斗休困的鸡仔，要请伊来遮斗相共掠鸟鼠。超过半世纪进前，美国科学家为着要检讨蓝山用农药的效果，出版《集中的春天》这本册。特生中心希望讲，透过收集到的声音，会当互大家来了解，无使用化学肥甲农药，残年的春天是一点仔都袂俗无。记者综合报道。已经过身的优秀演员吴冰峰，伫台语戏剧表现是人人学老。其实伊本身是在平甲寮大汉的，不过伊对台语的定金却是真深。毋但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诗人，而且推动台语戏剧看假后辈，甲传承本土文化的精神，伊的形影会永远留伫观众的心中。所以我听到台语是敢听到假意的音乐同款。是这种的感觉，不是意识形态的物件。用台语写诗、写在地的故事，这是吴冰峰的创作。1992年时，去互刊伫咧《自立早报》。吴冰峰互人叫做是三金影帝，不过伫伊演员的身份背后，伊也家己用台语写作。吴冰峰虽然出世伫咧外省的家庭，不过自做囡仔时，伊就住伫咧三中埔，身躯边的人拢讲台语。就算讲经历过讲国语运动，不过伊对台语的认同，敢若足早就定根啊。外省的同学请举手。我记阮迄班敢若有7、8个啦，小学的时阵。我都唔知我要举手无，你知道？我拢讲台语呢，我拢甲迄只你讲的本省人拢共款，我拢甲因斗阵，我拢讲台语呢。不过阮老爸是38年来我到底是要举手也无爱举手。尾我就想讲，无接受你啊，我爱插你。我就无举手啊。
带吴冰峰加入竞技人生，舞台剧会使讲是伊累积戏剧养分上界重要的头一步。伊的老朋友金鸡影社的创办人王英如也说出伊对吴冰峰的钦佩。伊就是出心要来做影帝的款啦，可能是安尼啦，因为伊伫舞台顶伊是会发光发亮的人，吼啊，伊的认真，所以啊，伫咱的影视的面顶也有一个真好的成绩啊。着人弄着人，就是出代志啊！啉酒开车弄着人出代志。吴冰峰也鼓励少年演员用台语演戏，佮行卡教亲身指导少年演员演戏的眉眉角角。伊也上公司台语台节目录影，分享伊精彩的演艺人生。吴冰峰创作的形影，也佮有对台语和本土的热爱，这精神拢会伫咧济济的戏剧内底永远留存。记者洪敏珍整理报道。黄生啊，何必过来看气象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4度到27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0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24度到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2度到28度。不过未来3天的气象，今日最后也带恁来到墨西哥的动物园看古水的花豹，也感谢恁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医师。头拄啊，看一个负责人，甲我讲伊这痛，遐痛。我是一位好医生，我当然爱详细甲伊检查一下。咱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妇女病。妇女病汉字写作妇女病。罗马字写作何乌夫罗乌鲁本诶病，夫第7条，鲁第2条，病第7条。若讲到妇女病，真侪甲艺术有关系。艺术嘛，常用日语的外来语美术来表达。第一摆去看妇科的时，医生拢会问讲，艺术敢有正常？若是少女，会问头一摆是当时来；若是年岁较大的，就会问讲当时煞紧。真侪查某囡仔月事来的时，拢会腹肚痛。这个时阵，咱会使炖一寡红豆汤来啉，也是摕雾烧包来捂好烧，拢会当减轻月事来的无爽快。查某囡仔平常时为着保护。生本就会有一寡清清、差不多无色无味的分泌，这是正常的。若是感染着，有时阁有无好闻的味，叫做呕味。这种症头叫做白带，嘛有人讲是白带。
那要预防妇女病，尤其是一寡较严重的病症，亲像子宫喙癌，平常时咱就爱定期检查子宫、生管、子宫喙这寡部位。政府提供30岁以上的女性免费的子宫喙抹片检查，医生会用抹片、卫生镜、超音波这个方式检查，规个检查过程只要6分钟。若有问题，会进行更较详细的检查，只要量早处理，大部分的病拢会较好治疗。例如妇女病、月事、绝经、子宫、生管、白带、子宫喙癌、抹片。虽然咱今仔日主要咧讲妇女病，不过无论查甫查某，咱会记你定期做身体检查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